哇！黐撚線，一堆綠色啊！係啊。55，係咪三鐵嗰個？哦，嗰個嘢錦標賽嗰個。係咯，係咯。12喎，116。誒，阿足計哥 OK 喎，116。啊，後邊唔跌嘅話，加咗速啊！加咗速啊！前面有班。過咗500米都要加。精神 keep 咯。係咯，個個都走晒咁滯。喺順利就好啦，成日呢啲嘛，搞到人掂啊，搞到咁遲。得你有冇時間？係啊，佢話乜實時打電話去買。先阿梁喺度喎，阿梁哥喺度啊。唔係好快啊，唔係好快。43幾喎。要加速啊，足契哥！你5分內喎，你要嘅話。哇！有力嗰喂，加少少啊，足契哥！足契哥，加少少，加少少。跟翻前面嗰啲，足契哥。33幾喎，有機會冠軍嗰個，要做第一個。33喎，咦？唔知可唔可以應該5分內就得嘅，但係我唔知佢可能44幾要，但係要加。喂，加翻上足契哥！冇咩力喎個人。要做下體能喎個死仔，358，哇係 ，drop 晒，行翻嚟啊！又係行翻嚟冇力啊！你做下體能喎，足契哥。都翻。喂，擺手！喂，5分內擺手！有鬼啊！
俾人戒喎，冇力啊個人。